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教会节期的中秋节主日，是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一天。煞接就是耶稣的受难。照教会节期，这个礼拜就是受难周。伫受难周的时，亲像等下书会报告教会消息所刊登的，呼吁咱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，用安静、默想、反省的心，来纪念主耶稣替咱的罪来受难，受钉伫十字架顶来死。第3日，伊过也就是后礼拜礼拜日，咱也要做伙来迎接过节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阮的主上帝，阮阁一届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亲亲上帝，阮欢迎你即时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打开阮的心，会当明白晓悟你的话语，帮助阮下礼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你，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阮，来感动阮。阮将以下时间交伫主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牧师要分3段，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拄则书会长老所带咱读的圣经节。第一，圣经的背景，跋过节的由来。今仔日的圣经背景是发生伫犹太人的跋过节前。跋过节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。坐住住伫外地的犹太人，因拢想要赶转耶路撒冷城来守跋过节。各位，为什么犹太人遮尔看重跋过节呢？互咱先来了解一个跋过节的历史背景。跋过节就是纪念上帝带领犹太人的祖先离开埃及受苦最劳累的日子。跋过是上帝指示摩西，甲以色列百姓讲，要用羊羔的血抹伫家己所徛起的门厅顶，来诚做一个记号。当迄暗，上帝派天使要来杀死埃及地所有的大汉囝。只有当天使看见羊羔的血抹伫门厅顶的这个记号，就会对这间厝来跋过、越过，互这间厝的大汉囝毋免死。出埃及记12章13节，上帝讲：“我记着这个血，就会跋过恁去。”跋过节就是对这节圣经中跋过、越过 （Passover） 这个名词来的。所以这日就诚做犹太民族因庆祝上帝拯救的大节日。跋过节也通讲是犹太人的过年。这对犹太人来讲，若是一世人会当有一摆的机会，到伫耶路撒冷城来守跋过节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。耶稣伊即届来到耶路撒冷城，就是要甲伊的门徒做伙来守跋过节。第二，迎接君王的变事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当主耶稣伊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，城内所有的百姓拢欢喜快乐，而且手提棕树枝，大声喊：“上赞归伫大卫的子孙，上赞归伫大卫的子。”这咱今仔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，若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和合本，伊翻译做“何善那，何善那，归伫大卫的子孙，何善那，何善那。”何善那对咱来讲，咱较常听到，也常常在使用，甚至咱嘛唱过诗歌：何善那，何善那，何善那归于至高神。所以何善那是咱常常在讲
得用的。伫和合本圣经有细字有注解，讲和散那原本有求救的意思，但是伫遮是翻译做称颂的话。百姓伊就摕着手提樟树枝，嘴里称颂俄罗。即款热烈欢喜庆祝的场面，伫当时，这就是一种迎接得胜君王的形式甲礼仪。原来伫犹太百姓中，因早就已经有听过耶稣即号人，就伫一群一群行入耶路撒冷城的群众中，因彼此拢在讲：你有听讲无？有一个人吼，名叫做耶稣的老师，伊所讲的教导吼，甲别个经学教师拢无共。伊的教导毋但带有权柄，而且伊阁行济济神迹奇事。你有听过无？伊伫伯大尼捌互人对死过活，阁有伫迦纳的婚宴内底、宴席内底，当无酒也要安那？伊就将水变做酒。阁有伊伫旷野无通食的时，阁互5000个人、4000个人伫食饱。伊医治血流的妇人人，伊互痴迷的人看见，互歹骹的人行路，等等遮的济济神迹奇事，就伫群众你一句我一句，七嘴八舌伫讲的时，发现这位大家拢伫讲的耶稣，竟然就伫因的中间。自一个变事，群众哪来哪济，因就主动形成一个游行的行伍，列队欢迎徛着驴仔的耶稣。因将衫铺伫路面，手提樟树枝，大声喊：“和散那，和散那！”规直台面的子孙，和散那，和散那！在场所有的人拢非常的欢喜甲兴奋。因为因认为上帝话已经实现啦。犹太百姓期待真久的弥赛亚拯救者，现在出现啦，而且就是伫因的中间。耶稣的时代，伫罗马政府统治下面的犹太百姓，因所期待的君王，是要带领因恢复过去大密王国的荣光历史。想看觅，耶稣捌互5000个人、4000个人食饱，所以若互耶稣做王，若用伫现在，咱就毋免惊 COVID-19 影响咱的经济啊，对无？耶稣会当互济济人拢食饱，所以犹太人伊嘛想，若互耶稣做王，会当为着犹太王国带来经济富裕。耶稣捌医治病人，所以互耶稣做王，会当互犹太百姓得到健康。耶稣捌互死人过活，所以互耶稣做王，犹太百姓会当每一个人拢长岁寿。耶稣会当使用超自然的气力。所以，互耶稣做王，会当带领犹太百姓反叛罗马帝国的统治，来恢复大密王朝富强的黄金时代。各位，这拢是犹太百姓伊对亲像弥赛亚的耶稣的期待，这也是犹太百姓伊热情欢迎耶稣成做君王的理由。第二，耶稣的行动剧，骑驴仔入城。根据约翰福音第5章16节到18节的记载，耶稣伊的言行，其实早就受到宗教头人的讨厌。到伫约翰福音11章55节到57节也记载，甚至这的祭司长甲法利赛人，因早就下命令，要来抓耶稣。各位，伫即种的情形下面，若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过跋过节，一般人会安怎？
运动是爱点点仔入去，而且上好是安怎？到伫耶路撒冷城，秘伫人毋知的所在。不过耶稣伊毋是安尼，伊却是大大方方徛着驴仔，而且是用得胜君王的款式出现，而且伊阁诚做规个城所有人的焦点。各位，一个要受掠的人，竟然演出君王入城这出戏，对伫百姓的欢迎，耶稣伊毋但无拒绝，反倒也从容欢喜接受这个引起全城骚动、压制君王的项目。这对一向低调行事、点点做代志的耶稣来讲，实在是无事常，是真的是太不寻常了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想看卖，这时的耶稣为什么伊要安尼做？我要请问在座各位的父母，当恁的囝儿，若是你一直甲伊讲，一直甲伊讲，伊拢无爱听的时，做父母的有可能会采取比较较激烈的手段来管教吧。同款，当人拒绝，或者是无法度晓悟神旨所传达上帝意思的时，神旨也会用较特别的行动来表达，通互看见的人有深的印象来明白、来晓悟。伫圣经中有侪神旨，拢会用行动剧的来表达。圣经内底有足侪个。我今仔日摕耶利米书，神旨耶利米书19章第1节到第1节到11节，伊安尼写：上主吩咐我去买一个灰仔烧的杆仔，阁爱我带民间的长老、甲年长的祭司，伊爱我伫遐宣布伊交代我的信息。煞接，上主吩咐我伫同行的人的面前，拍破迄个杆仔，应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讲的话。伊讲：我要消灭遮的人民，拍破即个城，亲像人拍破杆仔，袂当修补。各位，神旨耶利米播一出拍破杆仔的戏剧。有百姓看见，来警醒改变，免得上帝管教临到，国家百姓就要受到破坏、四杀的刑罚。有圣经学者讲，耶稣伊伫播过节的时，播一出君王骑驴入城的戏剧，就是要表达耶稣家己就是旧约先知所讲的迄个君王，也是咱今仔日的另外一节的圣经，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讲的：锡安的子民啊，要欢喜快乐；耶路撒冷的子民啊，要欢呼，看恁的君王来啊！伊得胜凯旋，却谦逊骑驴，就是骑驴仔囝。第三，信仰的反省，多边的群众甲我，圣经甲咱讲，当耶稣接续伊伫耶路撒冷城的行动，甲压制君王耶稣的犹大百姓，因所期待无同的事。伫中秋主日，伫耶路撒冷城有一大群的人，因组织斗烈。还压制君王耶稣，大声喊：何塞纳，何塞纳！大卫的子孙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！大家欢喜地压制耶稣。就伫几天了后，伫耶路撒冷城，也有一大群的人，同款组织、吵闹、大声喊：定义十字架，定义十字架！
原本欢喜迎接得胜君王的群众，因为家己的期待来失落，却来背叛耶稣，将伊看作是罪该万死的罪人，大声来喊：钉伊十字架，钉伊十字架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也亲像犹大百姓同款？对伫迎接君王耶稣，咱也有咱家己的期待甲想法。所以，当君王耶稣无满足咱的期待时，咱是毋是最后也亲像犹大百姓同款，离开耶稣，甚至是背叛耶稣呢？好亲像有个人破病，因着来教会信耶稣，毋茫会当得到医治。不过来了几啊摆，病情也无感觉变好，所以因就走啊。有可能因是继续去找因认为比较较灵舍的教会，嘛有可能因是去找别个宗教、别个神明。有的夫妇结婚真久，拢无囡仔，毋茫来教会信耶稣，会当真紧就有心。半年、一年过啊，犹原无怀孕，因就走啊。有的爸母期待囝儿会当真够读书，而且阁听话；有的青年伊期待会当找到好的工作、好的对象等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侪人来教会信耶稣，拢是带着期待来的。所以早期台湾有一个笑话安尼讲：信耶稣是啥物？树仔食，树仔穿，树仔欠钱，安那毋免还啊。所以有个人，因的期待无得到，因就走啊。总是嘛有个人，因的期待得到啊，但是因也走啊，因为因感觉已经得到因所想要爱的。各位，这款的信仰，并毋是迎接君王耶稣来咱的性命做王，咱只是迎接耶稣来配合咱。却是互咱家己来做王，叫耶稣来满足咱的期待甲愿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恳求信心帮助咱，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耶稣，迎接主耶稣来咱的生命中做王，来转变咱的心态，对自我中心转变做掠主最中心。第二，耶稣的行动剧提醒咱啥物？耶稣伊伫跋过这个时，用君王入城的行动剧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后，圣经线接拢有记载，耶稣伫城里进入圣殿，将所有伫内面做生意的人赶出去。耶稣继续伫城里来教导百姓，也讲了济济譬如。伊即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伊也为着害死先知的耶路撒冷城，伊伫啼哭。礼拜四的暗时，伊替门徒来洗骹，而且互因彼此相听新命令。伊也甲门徒做伙食跋过节的暗顿。伫最后晚餐中，伊表明家己就是迄只跋过节的羊羔。是上帝派来承担世间人一切罪，替咱来流血牺牲，互咱重新恢复甲上帝合宜美好的关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照教会的节期，咱就要进入受难周。伫受难周的这个礼拜，咱搁较爱来亲近上帝。通过读圣经、灵修甲祈祷，来操练咱家己以外，咱也会当学习耶稣，
用特别的行动来回应。除了特别行动有啥物？除了传统的信仰操练，就是禁食祈祷。有的人会伫即个礼拜可能中昼还是早顿还是暗顿，我着禁一顿，我着禁食祈祷。真侪人拢会安尼。啊，搁咧，咱会当闭境。啥物是闭境？就是咱找一工，互家己一个人独处，家己一个人，咱安静家己。咱伫即工，咱特别来默想主耶稣的救赎，甲咱的关系。啊，搁有禁语，禁语是啥物？除了伫礼拜中，咱无爱甲边仔的人讲话以外，就是伫咱日常的生活，读书的照常去读书，上班的继续去上班。伫日常的生活中，咱尽量互家己无爱讲话，去体会耶稣亲像羊仔囝，互人牵去受抬的所在，伊拢无开声。传统的操练有这以外，咱也会当选择另外一种特别的行动，就是放弃家己一项家己的嗜好也是美食。真爱上网的人，咱即礼拜较沾杂的，也是追剧嘛是共款，爱看连续剧，也是顽固黑白马的，一工无啉着咖啡，吃到甜点还是酒，就挡袂牢这的。咱嘛来学习看卖，放弃无爱去食这的，无爱去做这的。啊，搁咧，嘛会当有另外行动，就是立志改变一项毋好的习惯，好亲像爱生气，常常拢迟到，也是啥物食薰、负面的想法、出口成章等等，或者是嘛会当选择暂停参与家己非常意爱的活动。这特别的行动，这等等，互咱用特别的行动来体会主耶稣伊受苦的过程，调整咱家己生命中迄老的自我，准备迎接得胜君王耶稣来更新咱家己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我需邀请咱将感动变做实际行动。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，啊，搁有咱嘛会当参与，除了会当参与咱每年受难周的礼拜四的暗时7:30，就伫即个所在，互咱礼拜堂，咱拢会举行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，互咱迄天带着全家做伙来，无论大人囡仔，有洗礼也无洗礼，咱伫迄天会当甲主同道来啉食。来分享伊的恩典甲救赎以外，今年咱的教会也特别有制作受难周的聆听圣经、与主同行的默想影片。通过咱听圣经、默想经文，甲主耶稣做伙来行过世间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，互咱默想为什么耶稣伊愿意做这样的代志。咱阁要怎样来回应？如果耶稣伊是生命的君王，安尼咱是毋是愿意成做群底伊的人？或者是咱只是群底别人来迎接伊？几日了后，咱阁甲别人做伙喊，等于十字架的人吗？各位。咱是真心迎接君王耶稣来到咱的生命最王，还是咱只是迎接耶稣来到咱的生命，却是要互家己最王，是叫耶稣来满足咱的期待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将感动变做生活的实际行动。来迎接君王耶稣，邀请伊成做咱生命的王，愿意学习耶稣，将家己分别做圣，献就家己，成做跋过一个油膏，有份伫上帝国的使命。这位清气圣殿的耶稣，也要来清气咱的心、咱的生命，互咱迎接君王耶稣。
互今年的受难周加做咱的生命更新改变的机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也阮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顺服特别上帝旨意，担当阮所有人的罪，受钉伫十字架顶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是愿意赢子君王耶稣进入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的生命一天一天来改变，互主你来欢喜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帮助阮，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阮。阮将阮每一个兄弟交伫主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